众朋友，今日個好冇歡迎收看《福起來》，我係阿明哥劉浩明。2019年嘅時節，客家委員會為了講表達人嘅客莊地步，有好多人強人可以入去從事我哋改變我哋嘅客莊嘅人口嘅結構，或者以提供嘅一啲我哋客莊地方創新嘅一個計劃。今日我哋有請到來賓，其實伊係來自香港 Neil， 但是移民過後。同我哋台灣嘅關係，嗰時佢是有一陣咪喺你哋台灣，但是2012年嘅時節，佢嘛參加咗一個計劃。我哋今日也請佢來到我節目，我想聽過也分享，來看講一定愛聽人用來看我哋客莊地步嘅生活。我哋馬上歡迎我哋Neil來現場。Neil歡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的Neil。Neil，我想問哈，你這個當初做乜會想到來台灣很呢？當初你為什麼會想到來台灣住呢？其實也是機緣巧合啦，就我很喜歡水上活動嘛，然後那個時候也年輕啊，很多朋友就邀請我們去旅遊啊，說台灣有一個地方也可以玩水誒，就比我們去過的泰國啊、印尼啊那些更好玩。然後我說好啊，那就去看啊。然後結果我們排了5天的行程，裡面就5天都是台風天，就去到墾丁那個過經濟欄啊，然後遇到一個民宿的阿姨，我還記得就是那時候的房價好像才800塊台幣而已吧。然後每一天就外面都大風大雨嘛，然後我們就很狼狽的去買個餐就回去民宿那邊吃了。然後每一次經過那個大廳，阿姨都說：“哎，你們今天吃什麼？又吃麥當勞？然後我們有煮菜啊，就一起來吃啊什麼的。”然後就感覺到啊，怎麼會有這樣的地方呢？好像跟我們以前去過的很多地方旅遊的感覺都不一樣。就特別是那一次我們一群小男生去到那邊打算是潛水啊、衝浪啊，結果什麼都玩不到。可是哪一個旅程就留給我心裡面一個很大的感觸，我覺得這個地方好像跟我以前去過的不一樣。結果我們5天的旅程嘛，然後第5天終於就放晴了，然後我們準備要回去高雄的時候，那個民宿的阿姨就說：“哎，你們趕快上車，我帶你去繞一圈，我不收你的錢。”因為他跟我講，他說平常的墾丁不是這樣的，你一定要去看看。然後我說：“跟我們生活的地方落差真的太大了，因為香港就是很現實的了，我們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地方啊，就每一個人都是上班為了賺錢啊。我只付出800塊台幣而已，感覺阿姨真的當我們是巨人一樣。我覺得台灣原來是這樣的，因為我沒有來過墾丁之前，跟一般香港人應該都一樣吧，印象就可能台灣就是台北這樣子，跟我們差不多的都市而已啊。原來發現台灣也不錯，裡面還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裡面啊，有不同的人生活在這一個島上面，所以回去香港之後還是念念不忘，就說我要把工作辭掉，然後來這個地方住一陣子試試看，這樣子。但是問題係講有時節有幾多年，因為講伊個地方幾好，但是我去度假如好啊，做乜幾時節我願意講，我只要去度假就好了。為什麼你會那個時候會決定說把工作先辭掉，然後在台灣住一段時間呢？我只要平常來度假不就好了嗎？是沒錯，可是我自己的觀念可能是懶惰吧，就覺得你以一個旅客的心態去一個地方，可能1個禮拜、1個月，其實也體會不出來什麼東西。你真正在那邊生活，你才會發現到哪個地方他們遇到的是什麼問題。你是跟他們一起生活的時候，才有那個聯繫，有那個互動。我覺得這個是相對的。就你去到那邊，我剛來台灣的時候，其實我現在國語也講得不好，口音很重。我大概講第3句話，人家就會說：“哎，你香港來的。”然後我剛來的時候，連聽國語我都有困難。可是我覺得台灣這個地方就是給我感覺非常好的，就是大家人情味都很夠，特別是在南部。我真的
可以随便就找到很多故事跟香港的朋友分享，他们都会觉得很惊讶。很简单的说啊，我们那个时候网络没有这么发达，来到这边买不到电话卡。我说你要打给我的话，你去问旁边的人借手机就好了。他们说怎么可能？我们香港的电视政府的宣导影片就说，你不要借手机给人家，人家会拿走。你跟他说哪边就有公共电话了，这样子。所以我们文化的差异，其实生活的环境落差其实也蛮大的。但是 Kiss 姐，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其实你放下工作来到台湾，决定要在台湾生活。可是你在台湾，你要怎么去谋生呢？刚开始当然就是有准备一些生活费了。我第一年来到都没有工作，因为一些法规啊、签证的问题。对。然后也给我一个很大的理由借口去体验一下，就垦丁这么好玩的地方。所以第一年我就在那边真的是好听一点就是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可是实在来说就真的是到处吃喝玩乐而已。然后也观察到大家的主要的业务好像在那边都是观光旅游业为主，也看到那边的阿姨民宿的业者，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在讲是10几年前嘛，大家都是蛮传统的。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阿姨他们去拉客人的时候，就是在7-Eleven 门口排站，就骑机车去敲人家玻璃，你订房了没？我换转哪个名片后面就有照片啊，像多少钱我带你去看这样子。可是垦丁就很热，我觉得就很辛苦，很累。我就主动跟他们说，其实可以试试看不一样的方式，也可以做到生意说不定可以做到你们现在做不到的国外旅客。因为以前基本上垦丁我看到的就是大部分占了80-90% 都是国旅的旅客为主，然后我就帮他们拍照啊，放在网络上面啊。对他们来说，当时最大的门槛就是他们真的没有电脑，还是用一个传统的本子我民宿有20个房间，就有20个空格这样子。然后我就抓住他们的手，叫他用滑鼠开个Gmail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去做咯。所以跟垦丁的朋友是有一个革命情感在，就慢慢跟他们一起生活这样子。因为你那里讲好了，10多年前的垦丁真的都像人同我講嘅情形樣啦，真係種每啲去到嗰邊都發現嗰度阿生啊，睇嗰啲國門啊，然後問講即個見面要天嘅房間冇啊，冇都冇喺度。但是喺輪即個用即個本地一啲我哋講 computer science 嘅技能，然後我哋講電腦嘅一啲技術，好去探索一點把一點嘅飯店嘅資訊全部標喺網絡上面。那個時候這樣子的算是一種轉變嘛？你等於是讓他們把他們的飯店的資訊放到網絡上之後，有沒有對他們來說有實質上的幫助呢？他們自己的感覺？剛好應該是運氣啦，也是剛好遇上這個海角7號的熱潮，然後剛好我那個時候就是網絡平台是剛剛開通的時候，然後給當地的業者就是看到有很明顯的香港旅客有一波過來，主要的成果應該不在我這邊啦，我也是剛好搭到順風車而已。然後可是我覺得對往後他們的發展還是有一點點影響啦。像之後的很多的網絡平台，像Agoda之類的，如果沒有我們之前跟阿姨一起學怎麼用 Gmail 啊，怎麼去拍照片，原來放在網絡就有人來訂房了，他們可能沒有這麼大的意願去使用新的平台。而這個我自己覺得是一件值得我去跟家人分享的事。因為很多人的成功定義都不一樣嘛，我覺得這樣就是我來台灣總算有做一點點事，可以值得驕傲跟其他人分享的這樣。就等於是說，其實網絡的讓他們看到網絡的影響力很大了。雖然說沒有說你說那只好剛好碰巧遇到海角7號那樣子的一個電視，但是至少你那個時候在這之前，你已經就是真的是一步一步的教他們如何去使用電腦。讓把他們的資訊放在網絡上面之後，然後接下來這一波熱潮裡面，他們才可能去理解說原來那個時候做的東西其實
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是一个受益者。那接下来你刚刚提到各种平台的引入之后，他们就会知道说啊，其实这种东西其实本来就是会变成一个未来的趋势啦。你后来睇垦丁做完很多事情以后，你后来都一直在垦丁吗？后来还是有离开垦丁的？后来我是有离开垦丁啦，因为我发现真的时代转变得很快。那如果我坚持继续做网络平台，再做旅游网站的话，只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那人家大的平台当然资源比较够，那他打的市场可能比我更大。然后使用者就是业者，当然有自由去选择更好的平台。大概真的有10年前哦，10年前我就确定从垦丁离开，搬到高雄发展其他的项目。可是我都没有忘记我当初来的目的，还是很想用自己的能力，看有没有办法把我看到的台湾、看到的垦丁，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呈现给我的朋友，特别是港澳地区的朋友，因为我们语言是互通的嘛。希望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这个地方啊，这样子。一开始迄人也等来垦丁了，但是后来的你有听说的垦丁的松嘎，可是把也被东西标到网络上面，其实对旅游客来讲，把伊去做几多事情呢？休息一下无，等下我哋咪嗰度讲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所有節目我哋來自香港嘅 Neil， 我哋講一做乜嘅會來到我哋台灣，係來要睇垦丁做乜事情。就想問一下 Neil， 剛剛你有提到說後來你離開垦丁之後就到高雄了，那到時候高雄來做什麼呢？那個時候剛好跟我認識到我現在的老婆啊，然後她也是在旅遊業裡面做相關行業的。然後時候我也是繼續做我的旅遊網站，因為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地域的限制嘛。因為搬來高雄了，我也發現到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香港人其實要來墾丁玩也是飛高雄，所以我就開始慢慢去找一些適合的行程給香港推薦給香港人啊，這樣子。所以那個時候也是到處亂跑亂撞啊，我是蠻享受這個過程的。可是我老婆就可能比較傳統一點，她會覺得啊這樣太冒險，所以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也是有一個很大的文化衝擊在裡面。可是我覺得來到高雄，我慢慢去從旅客的角度想要去怎麼說？我希望就是從旅客的角度去找一些適合他們的行程，去推薦給我認識的朋友嘛。那個時候就剛好在路上，因為我們高雄到墾丁其實有100多公里的路程，當中我們一直開車衝過去，對我來說是蠻吃力的，因為我們旅遊的習慣都是希望走走停停，到處看看吃個東西這樣子。剛好就在那個時候，我就一直在這個100多公里裡面找一些景點，讓旅客可以停下腳步，慢慢好好看清楚。我們南部是什麼的地方，屏東是什麼地方，剛好就遇上萬巒這個很有趣的地方了。從頭到講啊，法律講到，其實你現在的旅遊網的最主要的一個對象還是以港澳的遊客為主嘛？對，因為我那個時候是蠻冒險的，我旅遊網站的平台啊，我全部都是用廣東話去寫，所以針對的客群真的只有港澳地區的人，那個客群就突然間就縮小很多了。可是我覺得因為我自己是香港出生的嘛，在那邊成長，我覺得這樣子才有辦法跟他們聯繫在一起。現在我在這邊生活一陣子了，我的兒女也在這邊成長，我也發現其實文化的差異對他們也有一些影響，像我們講話的
方式啊，在香港可能就是常常去取笑人家啊，去开个玩笑啊这样子。我女儿慢慢会学习我这一套。我说你们在台湾生活是不应该这样的哦，要礼貌一点哦。婉转一点哦，那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这个过程。因为头你讲到文化差异啦，这边其实对我哋商业嘅操作来讲嘅话，其實操作文化差異嘅部分啊，其實嘛係一個重要嘅部分，因為咱可以真是對這個嘅國土去提供對面嘅人，好，譬如講你這個像是香港、澳門嗰邊來嘅人，一定你最在地想法嘅一個東西。所以說，你剛剛提到一點事情，就是說，因為你會覺得說，假如說今天以你的角度來看的話，你從高雄到墾丁這個100多公里的一個旅程裡面，其實對我們很多的所謂的國旅的人來說的話，他們真的就是從高鐵下車之後，墾丁快線就直接殺到墾丁去。對。這中間對他們來說，他們其實是就在車上睡覺。對。那可是問題是你卻提供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想法，就是說你覺得從你的角度來看的話，你會希望是走走停停的。對。可是這個是不是跟當初你們是在香港本身的遊玩方式是有關係的呢？這個我真的覺得是跟旅遊的心態是很大的關聯。因為我的概念就是旅遊是一個過程，一個體會，真的去看一下人家的生活習慣啊，看一下大家生活的環境啊，我覺得這是我旅遊的重點。所以我自己個人來說就很少去排行程排得很精準，我都喜歡去碰碰撞撞看一下。所以我說第一次去到墾丁，就算遇到颱風天，我會覺得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可能是心態的問題，我們在香港自己國內旅遊的話，自己地方很小嘛，我們都會覺得很多地方沒有意義啊。我每天上班都會經過，我不會停留下來，不會把腳步放慢去體會一下哪個地方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可是我們去國外旅遊，比如說去大阪好了，老實說大阪也沒什麼旅遊的特色啊。可是人家也是很用心去規劃，去做一些感覺給我們旅客去體會到我們是有用心在做旅遊的。我來到台灣做這個行業的時候，發現台灣剛好相反，就是台灣有很多很厲害的資源就在這邊，像灣巒其實有客莊，有很好吃的東西，有豬腳街，然後有原住民的部落，他們可以在這邊上面自己種咖啡，然後在下面可以給我們做 DIY 的體驗。然後我願意開車開久一點的話，我還可以爬上去大武山呢，我可以看到天空之橋，我可以看回去高雄的85大樓，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香港沒有辦法看過的，然後在墾丁也不會有的東西。然後我們多走一段路去到台灣最南端，我們看到上面不同的海洋，也是不一樣的體會啊。我跟很多台灣的朋友在台灣裡面旅遊，很多時候去到墾丁，像我老婆一樣，她到現在都沒有進去過海參館，就是大家心態的問題。有時候太容易去到哪個地方了，高雄的朋友可能都當天來回，去到那邊逛個夜市就開車回家了，可是忘記了哪一邊是國家公園了。你去龍潭公園坐下來吹吹風，你就知道哪個風是不一樣的。因為從頭到其實剛才講到一個最重要一部分來講，其實因為我哋都喺度睇鄉下啦，尤其係高雄，真正我哋歸上路音樂來記。但是問題頭都講一個最重要嚟講，因為其實後來這個發現到灣巒嘅地方，後來都參加一個移居嘅地方。我想請問一下，說那後來為什麼你會想要去參加2020年客委會的那種移居的計劃呢？這個問題我有一點不好意思講，因為我在台灣這邊生活有一陣子了，對台灣這個環境可以說是有一些體會了。然後我剛好也是這陣子很多香港的朋友以台灣為移居的目標嘛。很多朋友在網絡上面也問我們很多台灣生活的問題，在我自己角度去看，其實看人口的數據，我也覺得蠻大的感觸很深，因為這邊出生率很低啊，
然后大家的北漂啊，然后特别是客庄啊这些地方，其实人口的流失是蛮严重的。土地很多，资源很多，可是好像没有好好去运用，所以就空空的。我们去到好像都是没有人在那边的感觉。我们台湾这么大，其实很多景点我都因为我工作的关系都去体验过，去玩过。发现其实都差不多耶，好像大家的发展的过程啊，遇到的问题啊，都大同小异啊，没有几个地方像垦丁一样这么美，这么多天然的资源，上天给我们很多很美好的事情，这一些是没办法强求的。我们去冲绳，很多人都说宁愿多花钱我也要去冲绳，而冲绳跟垦丁就是不一样啊。然后你可以说他们规划做得很好，这些是我很欣赏的，可是这些都是人做出来的，然后人家能做得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所以我希望就是把我们自己出国旅游的看到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带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好像当初我们去到垦丁的感觉是一样的，大家还是去敲玻璃去拉客人，要不要尝试看看不同的方式，可能有不一样的效果了。从来台湾以前的话，像你来台湾之前，你有听过客家这个族群吗？因为其实，在香港是有客家人的，以前在吊井岭那边是有客家人，然后甚至在一些小渔村里面，其实是还是有人在讲客家话。那之前你在香港有听过客家这个族群吗？我们一直都有听到，可是刻板印象就是大家都很节俭啊之类的。可是我们香港是一个不算是成功的多元社会，我们是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住在一起。而坦白说，我们香港人其实都蛮机车的，真的，就都会排挤人家啦。就是说人家讲话有口音啊什么的，民主性少了一点所以变成我成长的年代，在80年代、90年代，好像比较少人会特别mention 自己是我是客家人，我是潮州人，比较少。大家都说我就是香港人，我爸爸妈妈都在香港出生的，反而是这样。那这样子的情形就是说，那你来到台湾，你后来发现，万峦是一个客家庄，然后它旁边就是一个平埔族的村庄，对，然后再过了延伸公路之后，就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对。那你后来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状态之后，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这是真的，不是客套的话。譬如讲比如说我因为这个移居的计划，有机会去到北部客家委员会的大楼，我看到那边他们有一个客语的字典，还有分上跟下级。然后我觉得在那边一直看很多词语，我是完全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可是它都很完整的收录在里面。然后甚至现在我们因为这个计划，我们需要去考这个客语的认证，然后也是让我觉得至少我看得出来，在台湾的客家人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去很尊重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语言文化保留下来，也希望大家不管是自己的客家人的后代，还是外来的人，也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文化，去有系统的去学习，这样才有传承的机会啊。然后原住民的文化我也是蛮有兴趣的，因为他们我觉得是民主性更强，因为他们是没有文字。我觉得好像每一个种族在这个地方都可以一起在这个土地上面生活努力，然后也很尊重自己的文化，不为互相的排挤。这样是我觉得好像在香港是看不到的。这个我觉得我们香港人是真的要认真的去学习一下。对我哋嗰習慣客家文化人來講嘅話，其實我哋因為講基本上嚟講嘅話，其實嗰種幾成熟，但是對於對香港來講嘅話，我哋基本上保存客家文化同客家話是其實幾重要。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講前睇故事哦。
反过来福起来嘅，所以节目我哋来自香港嘅鸟，同人讲，伊迄样嘅去发现到客家还有我哋嘅慢慢也要存在嘅，鸟想要请问一下，那边团的观众朋友是给大家讲，你的一个所谓的客庄地方创生宜居计划的一个计划内容好不好？好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因为计划其实都天马行空了嘛，有很多时候我们计划都赶不上变化，所以我们就看着办这样子。原本我提案的时候有很多想法，都希望在万峦这个地方找到空间可以去实行的。比如说，除了我本身的专长就是做媒体啦，然后拍一些影片啊、拍照啊，帮大家行销以外呢，我希望可能我幻想中的客庄可能就是人会比较小啊，空间比较大啊，然后我可以找到一个平房啊、透天之类的，有一些实验可以在那边实行看看。因为像我老婆就是一个都市长大的人嘛。他很排斥去一个乡下的地方生活，因为他觉得他的生活品质会被下降。可是我看到很多 YouTube 上面国外的案例，大家都是用现在科技化的生活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我们去到一个比较人少的地方，其实我们生活的品质不一定会下降的啊。当我们收到通知说我们有机会入选这个计划的时候了，我就满心欢喜跑过去那边找地方了，就在那边找很多认识的朋友去帮我问啊，我还硬着头皮冲进去那个乡公所里面，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找不到，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方向去找谁问会比较好啊？然后乡长刚好就是有遇到我们，就说原来你是来推广这个地方跟我们理念很接近，因为他们未来的计划也是要把那边的观光旅游业做好。可是我来到台湾也学习到，就是当然基本的礼貌要有了，谦卑一定要有了。可是如果我今天是来要工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效率，要把话讲明白讲清楚，所以我也不会说遇到乡长我要好好的讲话还是怎样，我也是一样把我所看到遇到的问题直接跟他分享。目前来说是在万峦那边找不到地方可以承租的，后来跟客委会的专员辅导底下，就说可以开放让我们去内埔哪一个地方去找。我们很幸运的就找到一个在美和大学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运用所以我们目前的情况呢，也刚好遇上疫情，只是哪一个工作室呢就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可是因为疫情之前我已经对万峦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也透过乡公所还有那边的朋友介绍一些在那边经营做生意的业者嘛，然后跟他们分享过我的想法。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也尝试跟他们分享，就是因为抗疫期间要配合那个警戒嘛，就不能营业这样子。然后我说，大家有没有意愿要把你的产品变成放在网络平台上面行销？然后我这边有自己经营的网络平台，可以公开给大家去使用的。可是我发现大家的意愿还是没有很够，还是希望可以慢慢的等待这个疫情的过去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毕竟我们开始的时间太短了。大家都没有认识到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我们之前做过什么。虽然我不喜欢常常把以前的事情讲出来，可是也是最快让人家知道我来要做什么的。嗰種廿尾伊嘅計劃嘅內容嚟話，都等於你講，你會去天數參與啲伊嘅商家把伊啲東西標到網絡上面，係咪？这边的话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拍影片一样，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经营自己的频道，你会发现我们以前的拍照的方式写部落格的方式已经流量开始下降了。现在大家都喜欢看影片，然后我们去制作一个影片10分钟，要让观众留在这边10分钟看完，其实也不简单。
有时候我们那个封面要做得漂亮一点，标题要做得juicy实一点。然后我同样的方式去跟万峦的朋友介绍的时候，也是希望接近一下他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家要做生意，当然是希望把自己的商品、自己的品牌行销出去。可是我觉得我最终的目标就是跟当初去垦丁的时候一样的，就是我带一些新的东西来这个地方，你们运用到的话，其实你之后不一定需要我也可以。所以我提案的内容里面，其实有很大的比例都是希望去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经验。那比如说现在每一个人用手机就能拍照了。可是大量的照片放在社交平台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人家可以停留住在你的照片上面呢？其实当中也有一些小小的技巧，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可是现在的人真的是太急了。我去高雄一些国中分享的时候，那边的同学跟我说，他现在看 YouTube 要用1.5倍速的速度去看的。像我们这样的聊天的节目，可能他已经没有耐心看下去，也是我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吧。其實鬼神這部分你講緊，我哋對於啲香港人來講，而家而貼價嗰件事情真係咁我都講唔知講係唔知個已經台灣發鐵蟲啊，還是講其實對於啲香港人來講，其實更加慢推嘛進步會貼價嘅。好，就像你看，從你的嘴裡面聽到說現在的時間已經步調已經非常快了啊！因為其實香港人的步調對我們台灣人來說，好像本來就是步調很快，所以說不知道是不是你已經太台灣化了，還是怎麼，你就覺得說現在其實沒有錯，其實網絡上面的東西其實是已經進展得非常的快。那我剛剛還在想說，其實你看你這10年前幫墾丁做的那些事情，其實等於是10年後你又可以幫萬巒去重新去 renew 一次，就重新再去更新它一次。可是现在的环境是不同的，因为其实现在的网络上的一个资讯其实是很多的。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你觉得说现在的商店家，或者是说从你一个算是从香港来的一个朋友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怎么样去结合现在流量甚至是资讯暴涨的一个网络空间，以及它独特的一种所谓的人文啊，或者是历史地理环境，去怎么去这样做出一个最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结果的？这个问题其实当初提案的时候，很多委员也有提问过，我也很老实跟他说，其实我不算是老师，也不是什么专业的业者，我来帮大家教大家，我是不敢当，我只能说我把在香港成长的那一套 try and error 嘛，我们就勇于尝试，跌跌撞撞总会找到办法的。只要大家有同样的心，一起去学习的话，在新媒体、新平台可能就是有机会啊。因为我们用旧的方法一直在做下去的话，可能已经跟国际有一点落差了。所以我们还是用传统的制作方式去跟大家互动的话，可能已经很难吸引到大家的目光。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在经营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只是困难也很大，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免费收看的平台，然后我们怎么活下去？然后也是希望把这一套我们撞出来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因为每一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而我们要做一些不是主流大众喜欢的题材，怎么去找到我们生存的空间？这个是我还没找到绝对的答案。只是在我的观念里面呢，我觉得不管是在墾丁、在万峦，还是在台湾、在高雄，我都是一直想办法去跟大家一起生活下去。所以我没有说要在哪边把这个计划做到多大，然后赚到多少钱。赚到多少点阅，数据流量，这个不是我的目标，我就是跟大家去撞一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找到一些新的出路，这样子。因为像咱来讲嘅激发起上啊，如果带上啊天嘅问题，你讲，咁喺咪讲我哋从你开始讲嘅，我哋用分众嘅方法去收驚啊，等嘅客家眾，譬如说我们用不同的市场的角度，譬如说我们也许对于我们的港澳的一个旅客，或对于我们日本的旅客，
我们用分众的方式去介绍客家庄，你觉得用这种方式，假如说以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对于港澳旅客来说，我们万峦客庄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啊？怎么说？其实如果像我一样，当初做旅游网的时候，我主攻就是港澳地区的观众，所以我很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现在资讯已经很发达，我们主攻的平台已经是 YouTube 这一个国际的大平台的时候呢，可能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看，做回自己啊。对啊，像我在 YouTube 上面，在台湾拍 YouTube。很多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来到台湾都是讲国语嘛，然后我们去到客庄就是讲客语了。可是我还是很坚持我要讲广东话，就是做回自己。我觉得有时候哪个语言不是最大的阻碍，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哪个感觉哪个温度是没办法骗的。然后我用什么方式去对待面前的人，他就会有相应的态度去回应我。我觉得这一个才是最值得在网络上面分享的一些重点。然后还好我们硬着头皮这样撑下去做的时候，还有一群观众愿意去感受到影片背后的讯息。当他们对这个地方有一点连结的时候，他来玩就发现，很多事情都很好玩，然后我觉得这样联系才是重点。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希望用我们能做的事，就努力去把这个联系牵起来。今日透過我哋呢個分享啊，我發現講其實呢個雖然以來台灣10多年啦，不過也不覺得係一種幾權嘅距離嘛，有啲幾遠嘅距離去看客家莊嘅未來，還有也發展嘅方法。其實對我哋來講，我哋喺呢個客家莊地方，我哋創喺呢個我哋客家莊嘅人看，我哋都唔知講客家莊有乜特色，但是今日透過呢個分享地方，我哋都發現到講其實對我哋來講，嚴心。你的良心，但它真是我的海拔發展的東西。今日各位感謝我的你有人到香港同我分享很多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